矩第二场，一拉开子帷幕，今朝呢，你也来在。都还来在。所以，对于观众朋友们长期的热情的关注捧场，我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。接下来上个呢，就是观众朋友们非常喜爱的你个超肉两大官人。对个。超肉两来得个太人欢喜。是的。这个最好子啊，憨厚老实。你喉咙喊。对。人品喊。人又喊。但是谁喊我啥？谁喊我啥？哪会得这样喊？那哈。关键啊，刚支部配合得很。对个。对。对方善良，善解人意，服侍得很，所以吃得的嘎嘎张张，中气十足。那么你这个肉两大官人呢，来自第三好子，上日子他们一只张店开辟，来听说高大夫萨克，所以掌声非常的热烈。那么但是呢，有点欠缺的，为啥么？因为后续来的高厂开辟呢，一直来呢，赶得上海蛮吃力在，那么二人之间呢，这个琵琶这个音啊。发到收场上的，所以呢，你觉得有点歉意的，所以接下来这节目是到夫妻上当上金陵是一段翻案，那么人们上来着，留下来你都只管拍水，你去了啷个？一定要为本多个，掌声有请。刚受刑负合同，为是王有卿将计杀皮，有后要重新审理，因为王有卿是冤枉的，是招人疑爱。受一纸公文武器呢，去捉拿人呗。现在虽然一个人分出了，啥人施亲叫吕佩贵，因为不认得，那么想出来个办法，关着犯人领捉犯人，所以关着个基政叫张金伯嘛，前去领捉。那么张金伯啥等样人呢？你是吏部府的同儿，申请你那个吏部公，还是该张儿子的基政？什么是基政？刚说是个假证人，非但是假证人啊，还是强奸杀皮的女凶。现在关在里去领捉吕佩贵们，这女的，昆宾都可浪的。关在犯人领捉犯人啊，这个还蛮狠。见我去领捉们，哪怕偏偏看见吕佩贵啊，我把个脸色不理。关在里累死了老的，接着事情做不来，这张鸽子越想飞。对，那么大致差你们忙正胜利而起。都去说吕佩贵，你得了让来着。那么吕佩贵，你不算年纪，要开始一般3岁这个队伍的，那么生意没好，更要好队伍生意。来了别不欢喜做生意，欢喜都不同的，日子都让你想起，气咱们中国代代上子人补了出来，要受得去，退水来这个要不你气杀他个，那么要啊现在，你好好叫卫生主义，还是不肯，还是要得都让你去。隔壁队伍的也不离时光特个，日子都让你想起码认得这个张金伯，把我不要理想。个刘佩国在夜郎都让你狮子洞里面准备走起着咯，个张金伯去欣赏里，不离50两银子，关着里去认个死高部，是自己成功呢，再不能50两银子，不为那个活高部。个刘佩国有点刚的呀，听见有50两银子，当时么叫春风不门路，跟这个张金伯去认知这样的死高部嘛，一看50王有卿强奸杀皮，这不是自己成功着咯？唯有50两银子一个活高部了呀。那个张金伯去特是金扎头门扎头回日偷到金扎一人浪下50两银子一个活高部，我万分打碎了。新年新岁，人家说忙子1年内总要休息2日，那个钢配赌场里向1年4季不休息。今朝赌场里向出来嘛，东西他赢不成。怎么最现在想这个张金伯会请我同地了？
那么呢，去他看，他上一点是一点，所以松了松嘛，那老忙正他长神啊过来。那么刘判官上南府养子女，上着织布里，哎呦，八个来只一张面孔，两条发胖的黑色眉毛，一双皮带王的眼睛，大手的不头世界的织布，两只混沌耳朵嘛，海大似的左手，那面孔浪向才还出自己个。对浪向阿米之间，身浪向深松的米啊，无声之云么叫浪向一双老虎布啊，松了松，松了松，让人松过来。将近给到他长城门口，一口嘛，张金伯。咁你看见张金伯嘛，你再看看自己呢，边浪向还有人头戴红黑嘛，侪是衙门里向超人，我个头颈里向一根铁链链了海。谁家讲的？看见这个张金伯嘛，三个看见50两银子，其他侪看不见。老有谁让打之后，哎，张金伯，张金伯，哎呀，吕判官问，谁是也来捉你呀？你哪是个送上门来着？好生。花个0子8钱，快点关在内，害我们不在这里。哦，张金伯，哦哟，张金伯，还是那个半年的那想嘛不想这水坏了会说题呢？最近发在这头经理到位里经理的了呢。喷上人一气，也喜夸着玩，太理的经理的也分不清爽的，看上去不开口是不来塞子。喂！啥人都能认得着啊！王郎声望俱见，好着，滚开啊！一听不认得我哇！我要死过，你要想老疼我50两银子哇！对啊，对的。张金伯，你这个说啥个话？少叫说当我不认得家啊！你要想拿我50两银子啊！你对啊，对的，我等你手上会认得个。对的几个差人家，几乎我落得来，一个面对嘛。兄啊，面对不对哇？这个朋友哪盯了这个张金伯？张金伯讲不认得啊，这种腔调是不这样不认得呢。阿伟的谁是个吕判官？阿伟噶，40个，我不来。你去，你对啊别的呢？哎呦，40个呢？兄啊，哎，你说说明，说声欢迎。神兄，你为神兄的没客气。哎呀，兄啊，我了半边一看，你看着上有了该这样，但是你这面孔越看越什么，越看越重，啥上火看见些不？说啊，哎，不然我看不起，也没都让你。哦，对个，都不让你想看见个。哎，那姓，哎呀，姓这个节子，我姓吕。哦对，姓吕，叫吕判官。自个统统讲起出来了，给子。吕判官我是了，对个。哎，吕判官，今朝都让你想安去家。奇怪。哦。那么谁去呢？哈，不灵啊！不灵，那是太子一服装，我是6个别人。哎呀，师傅他灵光了。不灵。哎，王爷，你姓张金伯啥事体了？我哪会听了？做啥？我哪你欠我50两银子了，我哪会？张金伯欠你50两银子。哎，兄啊，我不得不懂得张金伯嘛，哪不得欠你懂的银子？你哪不欠我50两银子？我这里说的，讲没讲？晓得来当中的事几乎大还瞎讲的。啊？兄啊，这个事体叫天知地知，他知我知，不人不得而知。哎呀，可你不吃，但是禁止不。我知不进。他不讲收手。这个兄啊，你们来的真正接切。哎呀，你不晓得呀！你去张金伯是欠50两银子了，此一番呢，大子里呀到屋里向去拿铜的银子还不理个，谁却给他绑上来？石刚吧，我看下余信，我账吧，好了。没，
这个多欠张金宝50两。对吧？张金宝没欠我50两。不错。你到现在就是去劳动的。没真。上得你都还不是张金宝，张金宝再还不我们，你都实际还不我。对吧？我涨。没哈。啊。我借50两银子的。哎，张金宝，50两银子嘛，我他我一个我搞不来啊！我。张金宝好啊，当杀天的，上次当啊风险的，对了眼睛，对。兄啊，这，怎么这，一大路过来么？识得给他踏场之前衙门口，刚派立定身躯一口。你说，这样。兄啊，到我里说了说啥话？哈哈，理想吧。这个理想。没真吧？这啊。兄啊，我屋里向有点事体，但都3万。有些块是要绿呀，可是你们打便当，地连奴出来么忙整理对经理，擦浪哐。你都啥天啊？啥事体啊？你还叫刘排鬼啊？我刘排鬼。这个就是你刘排鬼。当我不得搞，张金宝救你。完了，黑居民不用让，一根力量们说进衙门，人为主席阿搞得收据。今朝整个年夜王道节日，合同打开油门就闹忙飞回。从外头忙得理想，公安之中的合同接轨神奇。对大欧数伸出四只盲目，夜里金香要到围着，就让向分地欧修。水果里向也就拿个张上字拿出来，并铺作业。如果王有请讲解杀vị，有后上头个人为大得堂面浪向一个门户来人，但是才是谁口实凭，谁让2个人分门？那2个人，一个基正张金宝为个事情叫刘排鬼，看上去弄清个张儿子，便是从这个2个人身浪向杀水。对，来。欲待家族正人张金宝上堂。奉大人君谕，到张金宝上堂礼。一上吩咐7百个差人要进到午睡听声吧。张金宝上堂，张金宝上堂啊！张金宝根本分听见，自从做来这刘排鬼啊，这个心已经跌下来。做啥么？不要你想呀，刘排鬼讲个呀，真正带着堂面浪向去，非弄我杀屋头个事体，滴滴嘟嘟才讲出是，可是我也忘记个。那么现在真正挨来着，我哪会得去寻这样一个讲配个你？我们安徽当初把陈三心定计谋离水来害许生，我总以为他人得杀知不清，他生我最受切跌定，恨里攻心把机规定，一听之水个家后生，总当是天衣无缝，现在看起来是一花比个贼，真正事体丑吧，可是杀人偿命也记命的，难怪他头颈里有点硬当当去啊。仿佛一人迎上的那刽子手拿针眼。
进吧，装进吧，啥人啊？装进吧。来里。上当。来在。要去努力打工来么？实在大米了，装进吧，大米去动人啊！虽然讲心里想虚，但是关键是讲上当子，不能后讲，后自己是个叫后事啊！强张真人们，斗人了浪上头，先人张金伯见斗人磕头呀！不，带起头来。是对花带起来。张起吧。先人那里？哪里甚是？他唱人。今年几岁了？今年32岁。做后生呀。从小没得礼部府做童儿的。想着王玉卿将计杀皮，乃是儿轻易莫斗。不错啊，我亲眼目睹个王玉卿强奸下头杀下头的。早，闲话讲得太满着呢。想儿亲眼目睹王玉卿将计杀皮，今后不上前走来，即使不去，与杀人在同水。想。我个对个，即使不就与杀人在同在，我哪个地都分享上去？那是现在斗你老老们，我哪讲讲啊？个斗人啊，里向有个代理个，什么道理？代理里向嘛有个女人了还？啊，代理里向有女人啊？你那是想举我啊？讲。斗人啊，我的确是亲眼看见王玉卿强奸下头杀下头个，我当时去还是想去举个下头个，谁让我动作慢是的，追过去嘛，但是下头已经断起，我挨得一脚，挨得一脚。这帮有第二个挨得一脚，跪过一把。是。来，欲待假冒事情雷佩贵上当。这个传人已经到湖水听声吧？雷佩贵杀人啊！雷佩贵，雷佩，你是雷佩贵啊？我雷佩贵。那有点讲头讲那个去。哦，那个，你是雷佩贵斗人归在你上当啊？上当啊？没真啊？还是上适当？啥个？想那个不去为适当嘞？听说都政府机关个适当贩卖还。那这还是我事啊！好去啊！上公堂。公堂？没真啊？快点！我们追呢？啊，来！我的领导大堂上下面，雷佩贵面具斗人，吼！翻车呢，翻得了。大娘。雷佩贵，那里去头人子？带起头来，是雷佩贵，哪里甚是？多少人？今年几岁了？你不做后生呀？斗博啊，要是个斗博啊，谁是个这一个？这风日吹角，乃是你的后人呐！当年是西高部。这个斗人是西高部的，快去！哥们，西头个高处嘛，还叫西高部了。哎呀，可是这样说起来，你为我高部了喽？我分拆了。还去？哥们是西高部哎，当年。你们后日排队迎亲。龙家，耍起龙家。哎呀，他朝俺们里向分门去，谁门得一上呀？还得拿为第二上。啥辰光排亲？这个下头是我去认下来的呀，啥辰光排过亲？刚排一周年头嘛，有在。
头年，你拍个娃娃亲啊？娃娃亲，风日吹就湿了，你不拍娃娃亲，别啥子你老的。既然如此，后人的为买，要弄家，不美人的录得那个美人。这个我的是张金不当我的文档，我努力去认我来有啥个美人啊？不个呀，张金不当我去。当年一个啊，好，我这不是本人，张金不。张金不对你妈妈也习惯着吧？随便说你谁还做美人，哪怕后人来世，王爸爸谁还做美人的呀？我不该做美人的呀，对你眼睛，对的。合同谁看下了，心神不宁。我上去追溯了那个钢牌，我对付各种钢牌的鱼头水法。来，将这雷牌怪带一下。雷牌怪打下去，个么那门不认了，发门。做其他事体还不走。有些个不是体这个，我公园廊向一样的么子，挪一挪起来，欣赏一遍。摸金牌的3分钟模样，水里向么子，啪一跺，面孔胖一白。来，欲带雷一派怪。这个茶人也见到湖水听声吧，哪个雷派怪重新打到头堂浪向了？雷派怪面具斗人啊！我都烦得了爷爷来着。头年一浪上头来派怪，一浪里去头年走。操！头年来发誓啊！大带雷派怪，想放在本头有神的张金宝一当的雷派怪，四杀美女吹角，一害王玉成，具有怎样的壮士与我从事？讲。张金宝对头你妈妈，道人啊，你让我做个钢配吧哈！你欺负这些人是你不出心个，对不高级对雷配官妈妈雷配官，你不能相信个，道你让做呢，你不能相信个。谁叫讲的呀？还是听到了这2句话。啥叫说我杀他个屋的我去害个王玉，这个屋的我也不认得个。杀人要地名的钢配个地洞啊！那么你整个发节崩，这点你不能相信个，都你个让做呢，不能说个。导演啊，这种事情不得搞的，说就说我杀这个屋的家，这个屋的根本我人也不认得的啊！我哪会得杀这个对面屋的？这个屋的不是我杀的，这个屋的张金不杀的。那么哼，具有怎样的壮士与我宋氏讲？导演啊，这壮士怎么真假？334年。是来无上给。来派鬼啊！大人关在你讲事体，你还抓事体讲上去呢啊？334年嘛是来无上给，我能够懂你。你都懂的是吧？讲闲话也有上堂书了。要上书。你不上堂书嘛，我哪讲闲话讲？那现在总该讲着吧？本都打流天，我走不来，要重新讲改。也是快着我也重新来得了啊！讲。大人啊，这桩事体嘛真叫334年，天下同安改。啥个？不能说混这个，大人啊！谁已让来挖衣裳？龙儿里。东沙是扎拉米呀，张金把追星子都让里，问我
他也没家娘，跟里最近分堂屋，看见血淋大的西门香，里出头我出脚，出头出脚的领章，西施给了学堂个门廊下，乒乒乓乓门来帮，读书班有门开放，班当的进一个西门香，里内读书这套样，进不去了不肯放，神都金箍为凶手，我说的啥人杀脱我个妹妻房，贸然不顾来想你，后里有头黑呀还是想，我今朝还要把老婚嫁。大姐，我也跟上来啊！你也一个搞如何？我来，我家里都老婚。当然过年之前搞不出，也不能给我搞不给，给我搞不得，今朝你人老想为分奴上来。当人啊，方头人判我一个妹妻房。当然啊，你总归也判不我个高知府给。哼，对里妈妈是我唯一贴这个高知府绑到地上了。牛来边浪向个张金不水是真凶，真相大白，非得此就说。小姐，那么这个呢，你也发现有个规律呢。啥个规律？收罪平台都特别的多，夫妻档蛮多的。那个还不是收罪平台都有个规律，整个平台叫属于这样一个相对讲起来个规律，夫妻档特别多。搿段时间，夫妻档因为比喻暴力，比喻异策，这个叫夫唱妇随。是的，夫妻档能够想出来。那样有种夫妻本身已经刚子想得呱啦啦个哈哈叫个夫妻档，去拆脱，就作孽。是的，那像有一种病我也有，输出得来得个哈，现在上片复试去做头章，几乎考试。我来，废话三讲，留下来就是夫妻档，也是一当三夫妻。追三伯王菲演，是的，追三伯王菲应该讲辣你头里向还是人缘啊比较好。对的，那么你这个先生是啥人呢？你到底是苏家寨，对的，包个是赖爸爸，最西明的是汤三军。对，那么现在呢，是吃得足噶。跟王菲演呢，为把子省事我来事。所以啊，你到肉心町还应该讲是里头个出口事。对个，先不大家肉心町当中的一只归人。金奴娘娘吃了粉西十里德惠上东，一努力送到衙门里向立壁上下，我见看上。那么粉西接上，皇帝气里出这个弟子，是那赶快赶到升堂为请张来都人太行，所以粉西气一什么。来夫妻马上低头商量下来，随着一弄农三家批出来，该的一个屋地界称的志刚来日是来赶快赶到南岸，个屋地拿着邻居修到南岸，现在搭进房厅门。杜三家上头小弟称的几只杜三家可得请我咋不哟，金豆娘娘看见娘家个人来是开心啊，关在起来松松欲上，盯盯眼睛，爷娘的身体不知呐喊。啊，真的！杜小姐啊，来大人身子口寒。来大人啊，来大人身体是叫越来越清洁在。谁子们来推推你？那么一说句话子，而是来太太，来太太是不喊，豆豆姐不喊呀。来太太她怎样了？杜小姐啊，这么别急，爱没不爱，不够家门。
有点讲解。哎呦，搿句是啥个闲话讲？喊没喊，不喊没不喊，就是怎样快讲！是，那搿日子当，但是赖太太嘴巴馋在，定期一吃，厨房间里向山东蓝帽子摊个薄饼。哦哟，还吃怪！改良的时鲜菜，生菜肉丝。搿哪里拌一拌嘛？但是赖太太多吃半张。哪家？但是腰里向啊，茯苓子呀，搿个后日是本本结呀。哎呦娘啊，那搿个是吃话个哇！口人立刻轻易点是呀，本来嘛也请郎中改，后虽然呢后日太神嘛，所以郎中先生分开改。那么再拉想起来呢，分起啥个么子？但后面这呢肚皮我在，一吃这个上不无离心足。介绍一吃下去呀，一茯苓子呀。哎呦哪家？哎呀，这个后日也是本本结呀。哎呦娘啊，那也少吃点个哇！此一位么定然也轻易服药了。是呀，懒惰人是快点请郎中，但是赖太太随侬懒惰人抓一把抓篮子。做啥家？哎呀，这个眼里是十个个过下来。是赖相公啊，赖相公，我然是想侬想出来的，所以大小姐啊，赖太太是拉起来呀。娘娘是眼里都拉下来子，难听呢。娘为子牵起我，看不见我辣生病子，搿么算算自家搞得一副油，谁辣手机呀？啥几不转么？刮来刮去，自家男人出去子，一吃不转么？那叫我哪追得开呢？今朝随便那也转子，再不转是哪整个也身带不祥啊！陈的是叔叔为父改禀赖大人，谁说侬立刻归人？瞧，口内点头，事体成功，会主省大会告诉赖太太，赖太太一开心嘛，上问对上的。刚才你到厨房间去避一避，那么隔壁的南岸那哈呢，大娘娘随大收紧，刚才方来等了屋里，一见戒指戒备脚步是非，但此的省大会定节出节，个收紧在何为啥？哎，大小姐啊，可仔细呀！啊，娘娘打进房厅，一看门，爷娘受害了啦，眼睛对娘张面孔一看，耶，气色来得个嗨，一点点不平庸。搿么那陈大说的后日嘛本本节，身体不灵。哦，本是几次爷娘在我做我才分走，那么今朝说句话骗我，哦哟娘娘我说，陈子心拉下嘛，的确是来一嘴头。不过再一想，来呀来在，门上安置了在嘴巴，眼睛搭上来嘛。弟弟母亲，女儿拜见弟弟母亲。女儿罢了。是。哎呀呀，女儿快快受了。恭喜母亲。跟来太太晓得，今朝你侬能些家骗走了，主要是为粉丝贪心，水水一点，也叫侬开心。所以刚才府里向搿点地下的人谁也过来磕头请我，搿点地下的人轰过来嘛，搿个到大小姐磕头请我，请我磕头请我啊！不！哎呦，娘娘开心啊！傻鸡们顶顶欢喜，讲句面子大，哟起来！啥？杀青与杀！小大小姐，哗！大娘娘放气仗的，边浪向收紧。3岁的个上风来在都正还3正下的，啪，火气是接得快了。有2个哪吒子在了西呀，还有2个是回到这厨房间是钢筋子，3岁。发现到厨房间里向个山东蓝帽子刚刚洗出了肉米粉的，一听啥么子？大小姐走来，你多去磕个头请我3岁呀，我过去磕头请我2步啊，讲了还。啥子么？大小姐再欢喜吃我推个薄饼，今朝我还叫过去打过来了。大小姐，俺山东老妈子接大小姐磕头来呀！一看嘛，山东蓝马子，我一得想啥子哇？刚正春代是个，我
个娘吃子难摊着薄饼了啥饼干？你都没说句话，我打理是真。我现在来看你，看你娘的哈。老妈子，大小姐，个无来是。单子两要吊吊的，追过去的。大小姐，娘娘看见搿只水耷耷的面孔一摆，哎，你这烂医生，哈，拉起来，噌一光，哦哟了，我一记翻抽，噌！哎呦，俺的娘哎！那唱啥东西啊？唱进去，为得厨房间随便拿谁也不通。啥地帮我吃泥瓜呢？这个叫山东人吃马东，一动也分动。搿蓝太太一口下来，马上讲的送10两银子拨了山东蓝帽子。山东蓝帽子10两银子拿上门，二来的说，这些的一斤泥瓜5两了，我不办个，多吃2斤，搿都是好的。搿边浪向张国勋呢哈，看得蛮清爽。看蓝帽子泥光看不你口，你拿的骗出来，你心里想，我说，实际为啥得粉丝太行啊？谁吃子吧？所以一座疯人家业报得房天郎。娘娘看脱2记泥光，只觉着搿里向松子一点点。马上谁要追个？门头马上追。啊，弟弟，女儿一向君，哎，为父上好。母亲是好的，为娘们一见到女儿，病如好了。谁知识来嘛？女儿她变成娃头在身，比丘送生。吃到个1块，来太太想我了。张国勋一口来告诉你搿个2句话，不是顶天亮，快点我来。啊，女孩，弟弟，贵生可有消息？不晓得来了。娘娘虽为之男人一家不住了心惊不灵，那个句闲话么，谁吃去说了你个气眼眼的。对呀，妈妈，搿日子当就夫妻情相睦嘛，那要吓了啷个啊？那为一秋里哈哈叫读书，听个了，不听个呀。我说这一声，再难这个下去，也比一官罢来。闲话出口，我还晓得送他的。那么夫妻呀，等他些当个战火没还在。路里晓得等来牙一嘴，就上个这里说当我不流浪啊，是不义呀不义。从今往后我再也不要看见来。我再也得来旁头么事体塞进梦中，马子外头一切都得今朝分走，哪位门得落去了？弟弟，不离归身待以罢了。第七归身，还不人生岂难哟？
求他监督是谁莫还再晓得你佛门的，不过这一想佛门大也不来，那农三家为主的那些门门女士呀，不关心关心，这门啊不好，佛门还不好，是个后生爹吧？贵生他非你荒诞，什个非你家？是荒诞。荒诞是荒诞。荒诞，荒诞。是讲为啥他分析太深啊？一般好的，是吃之吧？该在地有的人杀嘴们来走的，今这个海我那还讲法子比较透贴。妓女贵人出门乡，那过寻定居在说两声嗨话，怕农些这个毛皮对。女儿啊，你身聪颖，心如良，归门寻家可不妨。你是张家小女进门先，赢得清灵，喜在养的娘，礼上一针娘娘听见要来了这样自家们蛮开心，面孔老活络一点点。弟弟是的很。那么还说上妻子，你谁的双袖，一为女，能俺的样样谁还不够嘛？啊，不够啊，不够我不灵完，怎样？玉呀是做事心太刚。随着宇宙辰光的脾气稍微人性化点啊，都不多，一点点啊，一点点没种
大概危害了。哎，那像种低下的人做错事体嘛，那两位徒弟。哎呀，我个两位是数得多在。哎，非讲起他谁是分析呢？哪家？所以差出去。我想想，鬼神失踪，分析错改，是错怪。你应当努力加法看。我是看改。但是你按你来看的辰光，也想想，鬼神营中他内中当，昨日将分修，来吃死。你真正的分析开始，等到将来鬼神为主来，得心分析死。你的夫妻的那个就会搞得开啊，用啥用事搞不开着，所以你啊，切莫神心将下神伤。女儿，这分修吧，我让你开在为母的份上，苦用几天。娘娘听到该他们事情谁不清爽？我看分析没要哪写的，非说的哇，这个小奴才给他来谷子来补上死官，寡不知道嘞。娘们生气不灵，后日们本本讲，骗我做来天的太行为，还是我亲生的为不觉的奴才呀！是啊，身体一本。分修这些奴才，追得还门路哟！啊！还是你农现在治理还讲该种闲话噶？追门路谁讲我怎么过把有谁会开后门？怎么过把有听见搿个我叮叮上去？就说娘娘得罪只要自家的气势，葛么你个脾气，有志气半夜出脱。非着胸口里张金子要掰开来夸赞，眼山一关，袋子浪向的嘴洒满了海，吃嘴浪出去，对，就啥搿只水杯子浪向打来门，拉起来，一饮而尽。搿边浪向屋的才口哈来，今朝大三家走来，太太关着你也波及一马力，嘴吃脱快点上，嘴又拿起来，哎，大三家用嘴呀！少么个再吃完，我他吃得快了，你可以杀得快。哎，大三家用嘴，哎，大三家用嘴，不晓得你没该上。边浪来太太一口来，哎呀，农三家最近嘴量哈得不得了，总大概理出来子小辈子到来，我大辈子我哈们，哎，大三家用嘴呀，呀，对娘妈妈呢？我大辈子啊，像龙江的哇，龙福江的，跟娘娘的脾气叫神经的嘞。别说大辈子今朝高人都拎出来么，这样吃，哎呀试试看。但海里早水大辈子浪向打来么，拉起来，又是对呀。我的真个哈，搿是要杀得快，哎，大三家用嘴，少不么再吃，吃子总不觉得死脱了海了哇。杀得快点！哎，大三家用嘴，娘娘吃么了啦吃，这个最凉呀，有几火吃几火，半斤半个凉，还搿样吃个？大杯子一杯属于半斤，3杯1斤半，再加上地里个小杯子，不来着。这个在眼睛门里个么子，塞了走，塞了对。还是嘴巴，非要吃洋香。手巾，手弟弟，哥哥，回去吧。但是赖太太妈妈哪弄法子呢？赖太太一口不要说分析的行为分太人的走起干。哎呀呀，女儿啊，今些为啥不要回去了？家中发生呀，时光不再已3斤了。莫说3斤，
谁是死君？奴爷爷委屈的。来他伤心啊！样子个弄啥个娘高一摇天翻等个眼睛拉出来。哎呀，女儿啊，为娘眼睛泪下下来，背部雨哦，为娘真是舍不得你呀！啥么子啊？俺是没舒服的我啊，母亲。是。既然你们舍不得女孩，说起来再弄我搞出去了。昨日呢，只有生死了呀。你才不把我等老屋里向过，生意个里向别里后子弄我搞得搿种人家，爷娘们不该，男人们一日单要外头不散，世界大家人家我一竿子辣辣烫呀，唯一舒服得了。既然都弄我搞得金家，我谁是金家的人才？母亲，女孩，谁见女孩？这顾进来啊，顾不得长，好，也委屈的。搿老太太是眼里下了下来，比让张国勋一看，累是累不是在，别也唔啥分析个事体，还不杀落来，快点我来啊！女孩，弟弟，看来是累不是你了，待不够这分修吧。唯要你开在为母的份上，苦用几天啊！哎呀啊！我恨得是俺们为了了贪心啊！搿么呀啊，别怪我能不给你面子，弟弟。本这女孩明日亲身将分手送至衙门。谁竟开在弟弟的份上，金小妹上，将分手立刻送过上边。张国勋太人节不挖出手手，一旦唔结果，贵人结束，请听后面精彩节目。苏州平台都还有个特色嘞，女上当特别多。对个，帮拉现在讲起来啊，女上当有饭吃，男上当饿死脱。所以不要小看了我们妇女同胞们。对，那接下来谁是一对女上当？是个一对孩子们下来王梦怡。那么你都呢是你为何要来是个爱豆？是个，今再来上台啥个节目呢？下来呢也奉献给大家一曲真知他里向个三曲通则。伴奏王梦怡。掌声一声一请。看见方清一声大是大伯们心里向喷喷溅一起。想想别的呀，那样实在太不争气了。格来不谁叫爱之深，责之切。想，我今在谁是对子舅娘，还要好好去责备那两声。所以现在声音不高，喉咙不响，这是轻轻接孩子一声。一对呀，新归父母悲伤。
吃，你来恰把祖宗子与财富领，下孩儿与下家与病，与否国说与否亲，去年子你发着提嘎红。是日夜多艰能随司令非人心12令立鸿门，带着你口诀的陈家生，居娘法能把有趣生。金玉贵，期待是过来狗一生气口拉大家后茶担心，你是发家子弟身家虚，两心下意是娘杀君，出家人领女拿出家，剩下那满衣大头是成年。啥时风雨庇护，新妻女当前不发青毛死一日，这归阴神不得功名，不得因，我生命的人是我为非分灵。下几日话得口边是泪不湿，水鬼闪闪泪没有君，空手中塞地否一波年，想你几回狗娘怎能给，你是伶人你是在滋味天使得不得功名你用功灵，否你要你那自谋规划，这狗三人10分的怒气也没谁分，总是狗娘来欺负你要你那狗的飞马的举中的10分的怒气也没谁分，总是狗娘来欺负他欺人了人，他非归儿女心，爱慕追心来心下心，10分的怒气也难塞，分中是狗娘差大地，像那巨娘差脸那一人们呀离家谁谁不太清把那不对娘，他谁了居家远体的鸡，嘿你这美亮心下几日痛亏一女是真心里，他是口口俩语来寻访句来我讲，像3个女人一台戏，3个男人一盘棋啊。哦，是这样哎，有句来话的。那么这样看起来，到底三样高子太人欢喜哇？没这4个。你看，俺看见包孩子哇？三个档。3个档，
3个女人3朵花。那么该而且一四门下陈一文、侯嘉文、刘芳姊妹的里，但是第一次合作拼档。这个节目肯定精彩。那么里头奉献不大家的是双曲风当中的一支粉笔梨烟，掌声有请。洛阳3子粉笔阵，不能遗忘里向20粉笔上一眼们大大煽动。罗里写的82个强的，罗里身边比个同地人之全部在抢光么，读书人追对无路，只能自行斗剑。眼眼的把着给他李高庄的张志呀、李伟个路，那么罗里救下来。门先生说是洛阳3子啊，那么罗里这里的张郎下干儿子经过读书，做个干事先生。你得别讲，分别成固然有道理。好像500几日天，这小牛的分才是特别猛劲啊，来靠不个，所以这个分别症啊，叫今日上宾。今朝吃过中饭，分别症一个子到花园里去散散心，看见花园里4个妇人们在一浪前去喝定金三家子，身边摸出来三家送过来找鸡棚，但这个大队拿着鸡棚当三家们。把着这个喉咙汪啦汪啦，飓风啊飓风，写字呀写字。不晓得说唱辈李伟家的能力害了还，抢不说的抢，写家的名字谁家之风？他说唱一口，哎呀，是要啊！谁无做的外高了老师后我的名字，哎呀是呀，你格来他引不离满着。哎呀姐姐，粉妹，为你真是相思什么了？这句话哎呀老瓜，是呀，你分明了老电视么啊？现在个咱面孔从对老红气的红大对经理，眼睛哒哒哒哒哒哒哒奔到衙门的，不，呀对对，谁此言不知等这样，你定要为女儿做主的。今朝个李伟家多吃子的来追，这来谁家最能饿死？看见能现在哭得是俺种样子嘛，哦哟心痛啊！一怒之下，悲愤时，谁若分别成各出门子呀？分别成啊分动，现在个你呀分开去嘛，我哪点西哟？一头皮又往唔吃食，那么了，邻居们子呀，希望该相对浪向下黑一水师，辨明心迹。那么狗子眼里忙着外头出去。张郎向不是分别成的2个动儿，一个叫金财，一个叫金福。平常辰光到寺要来这个也哈。今朝看见里各种赞誉，还是让于心不忍。现在金福啊，今朝这个来语话少谈里讲4万。平常辰光带你寺要来这个哈，今朝哪各种那个强的？满天了4年身上不知啥个路的。在我过去了呀，你寺要谁对付这个种人？那么当然了。那现在寺要追他，哎呀，猪牛有啥办法呢？哎，等他们家来语话来，看看相对浪向个水师。对吧？刚正是要追个辰光是的呀。接着来了，看见是该谁是啊？谁会的明白你是冤枉的？那么马上我是要去追出来，你说对？还是没好啊？虽然来了，现在了后头浪向哪肯来看呢？哥哥，夫人，哪了？你用一点计，啥个计啊？叫金将不是浙江，你来个浙江法。哪讲法呢？过来呢。这样上这样多，这样放这样有，来了一天马上就来。你这样去讲，来了非动气了，不爱该。你是来了个幸福呀，平常辰光你就欢喜你的嘞。我一对我，你也欢喜当你累累过，不会动气，走吧。不行呀，走。两高的忙着听浪而来，狗些个李伟家一口子做下了嘿，好哟一想一气，这你的分别症啊！当初辰光你落来啊，我看你不上火气，我你这里到张浪下带你去喝喝个，你这5月荤腥喝些菜毛不能吃，
各位观察两个童儿正在政府服侍呢，你说今朝半夜做出这样种事体啊？其实嘛，你欢喜我那么耍天不来跟我讲呢？老实说一声，凭那个身份、那个学问、那个马相，你觉得爸爸开口嘛，搿门亲事，我肯定也可以答应我。你还不把个茶壶等不及红旗点醒我能吧？唉，真是气死老夫了！老友啊，今在请佛，那狗屎一年。老友啊，你在晚上狗屎呀，是一上狗屎呀，死地不留人，死于留人吃，是呀，这个在。追了，追着啊！哼，追了是他的上话。这个只要分水的刚追赶。哦，立了邻居之嫌，希望这个墙头浪向因为类似的没事。类似什么？这样没事嘛，我看子半娘真看明白啊！大友啊，你聪明呀！哎呀，我讲得出来，你来想想看。小主是烦得来，我要想想看了。如此吧，讲啊！大友啊，只要来到希望这个墙头上，我是一个长兜兜的油球球。当中立位嘎三个字。头上一点，上头分开两点，左右拍开两点，下头为微微嫩个一点。老友啊，这个啥么子叫？一个长兜兜的油球球。当中立位刚小孩了嘿。上边一点，左右两点，对，下边两点，是的，还有只微微的啊！你是个大乌龟啊！我的来张了嘿！来来气呀！蛮哈个分别成啊！你今朝说的新原因吧？哈！第二戏子我能些条邻居们是为了梦老去啊！哼！在于哪里？谁的希望该墙头了？西边一。老友啊，亲娘，谁呀？大子里打进希望给。老友啊，你看呀，谁来打？大我开而来。不，说起了，哪来的什么大乌龟啊？分明是一的事啊！哎呀，刚刚明明在来讲，哪有些比头的讲？老友啊，怎么你来啊来着喂？看看着喂。上头里多个松西当吧，那日子还口是来了，抬起头来，定睛一看嘛，下河一首诗：自楼当年石谋差，斗林不足海棠花。公以雷泄飞机水，克来怒饮曲宫沙。一语大概非大非，瓜的那绿非为瓜。跟你去制造必大，君风神神，非为他。也看不懂吧？而且前头几句讲的侪是几张不同不一样的冤枉故事，啥么一句用在自家身上？所以说，今朝我分别成搿点事体，和上头搿个几张故事一样冤枉。来来，看我们吃了浪搿点酒，才哈心。擦铁他，靠杯子里向身体受定。哎呀呀，这，这比水后是哈。那吉林里。瓜分下行，
吹呀牛，这位郎，纵是虚放，梦东轩。送风不定，下泪腔。这文笔中带动张郎向搿点人家，的确。从来分你啥个清非之举，一经八正都是你的规矩。搿么内心的今朝我能些家落浪冤枉里呀？不，我个能啊，从小遇到事事受到女相亲啊，他们并非轻薄到花女。还是下，非复思量，内才退。铃声儿怎不费之响，倒不知有中想去看啊！来大子进来进过，哈！奔到花园里向，仔仔细细一看嘛，恍然大悟。哎呀，这文笔中根本看不起书场里的能写条啊！因为两段里看到二段里是没人出的，二段里看到两段里，但是清清爽爽，分明是场有为哇！哦呀，真在幸福！哎，老友啊！如今我有种想法啊，看来确实冤枉了事业呀！我实在冤枉哇！大爷是呀，您这样追他打龙房呢？来啊！你们两人说出去，我罪该上人，相亲时机为这里转。啥么子？喊你两高头去摘丝呀？是啊，不去？做什么？老友啊，人才有气个呀！谁家们努力过他，谁家们喊你出来，因为这够了。我呼吸辰光，好过来，不呼吸，啪一脚踢开。这人都过去了，老友啊，今朝只有你自个去摘，那么当面背里的去，让师爷的地去三特子过去，谁肯跟来走？你说的？以至于好。既然如此，你们两人背叛于我，说说谁去追赶呀？那个，怎么有话？快点追吧！追啊！山高头吃里高张，哈来哈去呢，门前只有一条八路。现在政府年纪轻，跟了前头，一面奔门，一面把着喉咙了浪喊：“师呀，妹追！师呀，追来娘！师呀，本笔真根本不上火气，没父没的，所以追得并不快。一路追，一路了浪哭，晓得给他张家问题，上头来听见后头有人了浪喊，呀，两个动儿问，也晓得个，肯定来了看见墙头浪向个水势，吓得冤枉我在，那么怕你到，侬要再转去，搿是我不转去噻，再回转，也唔起呀，
还是让我补一补吧。哎，看见边上有几只大蚊，眼睛过来嘛，就要让一只大蚊被雨水的也说。现在政府喜鹊再大挨大呀，哦，奔得了上欺负在下去，当中往里洗家务都去。现在政府，我这边哪奔不动噻，我当然差不多了。叔叔你个死呀，我叫他们不让夸我呢。一些些功夫人长不个子。那一代来到少大呼叫哈，挨打啊！咱们啥瓜问题哇？啊，一时光那事情奔到挨打了，来了，不来唔奇怪。叔叔，我听说挨打的辅导个性的，我看看没听上了个哇？我错该，不要，我那个小就笨的了。哪了？我听门上来山东讲个呀，是张家分的呀。虚的，你不要喊我哦！我讲你呢，你光在后光的辰光，顶顶容易虚吃一碗。哎呀！但是分别真想想自家中人们，心不是劲，脱口一口去，那口啊！去老几口啊！哦，太激动了！没，做啥？这双声音说的啦，这个是要吧？对，平常辰光书房里向爸妈哭啊，也太苦尽管。这个是要。那你想哇，去哥，去，两家队对过来，看见分别证沈大这个队坐下了海，我们两个小猪啊，你都自家还没也晓得人家也要好个呀，叫啥清水清家水上一步。是呀，吓死宝宝了！原来真是真福！哎呀，是呀，两不管顺风两顺带得来呗，许得大去。哎呀，是呀，我当然是人不真服的那个。刚才那相对了，这两个是哈他了浪，蓝鱼王一口，谁晓得那是鱼王？所以呢，叫你过来听听是要走起。是呀，现在事情嘛弄清爽，跟你到走起吧，走起吧，真在真福。哎，想着李庄们，我是不女委屈。哎呀，是呀，我还没有辰光，总归有该。是吧？这么现在家是清爽嘛，人不是听得了。跟你走吧，去了，走吧。是呀，那到底风池里来拉么拉？说了个对上，你不去了。现在啊，那哈不来哇，不来啊，来了自个跟狗来着。对。你自家闯个祸，让你自家来请。那过来吧。那，来着吧。叫你。老友啊，快点，是要谁来的？你叫你大金点呀。哎呦，来了是奔得来气得很，听起的是要再来着嘛？到底了，奔过来。现在政府老友啊，11年是要谁的里向？已经怎样了？老友啊。你劝嘛已经劝够噻，是要随着不肯走啊，看上去你个分量大不够，只有你自家来噻。明白了啊，那你想，那里向外来了打过来，加上看见是个分别之门，到底不大难为情。11呀，老友喂，想见这里，多次为小老都饮了几杯，冒为了11，为王11需要记着。来，徐请跟随小老为主立庄吧。哟，老友喂，多蒙老友为待爱，分美没去内法。小鬼少女曾经叮当道德，老友为的恩人，这李庄们，我是不女委屈了。11呀，想昔日小红月下最黑心，今日小老月下最11呀。我乃是一片神心，这岂不是非不是，都是小老的不是。你总要看在你我现在相交一上，谁跟随我为之了吧？哎，两友喂，分美取其一决，你去不用想去。哎呀，一而再，请谁子不肯去？那么大龙法来了一动南京吧，有了，
现在幸福。哎，老友啊，来，那你都两高头哪收了？哪了？这平常你家买这个死要来这个也好啊。今朝蹲了隔壁口浪铺啊，一句闲话不开口。不是呀，老友啊，你来再进劝过，死要谁是不肯走啊？再求，哎呀，切切比当有上呀，能得求的是要为主立主王门。那哈，我这里松松于上啊，真的假？当然了，嗨嗨，哥们你去吃。哎，妹妹姐，走什么啊？死要把你当上最好的。那哈，哎，是的，你去求死要你。内面要讲的那两双不好，你不还报了新郎，不还动气个？今朝总归我不喊。哎，来到了隔壁，再开口，再想，免不了。你去说啊。是呀，是。今朝个桩事情嘛，一点点不错的，刮来刮去嘛，再刮这个，老死女不好。你个没有理想你啊！求你们事业是讲，不要讲的那不好，那么你去些，你晓得？哎，对，你说出来一弄讲个呀！你再想，再开口。是呀，是。今朝么老友啊，多吃这2杯老酒。可吃次水讲出来个闲话，你哪还报了新郎呢？你非当里讲闲话，你这当里人浪放屁！你那也说出来这个啊？老友啊！你爸妈那我出的这样抽出来，你还晓得龙江的你呀？别想，不能开口。你冰一冰，别想。不想。是呀，看了人多面了，你们3位当皇帝，再说在，现在老友啊，亲自到你陪里带去，吃两大的，是吧？还是，大家一起走吧。正在幸福。你们不用相求。这李庄们，我是不会委屈的。是呀，你当没跟的嘛？哎，我讲在这个份上子呀，还是一起走吧。不去了。老友啊，那哈，不来哇，不来啊！来死你都把你摸脱了还吧？李维高一周年头哪能弄法？随便哪不肯走起，搿把是随着俺娘里追，可是谁对不来？搿种事体本要受到外头的，把人家也说的。哎呀，李维高，你亲了这样一个好事要洛阳才子啊，是个冤枉的电信能些叫感动生。将来我儿子还有啥人肯来干啊？谁人家对过他的，而且能些叫名誉有关啊。现在姐夫，老友啊，你们2人今日里定要与我相偶俱亲，相亲事宜为之立状。这个背也还是要吃，非为不可啊！老友啊，办法的是有一个了还谁是不知道？答应我啊！什么法儿啊？老友啊，今朝的有往事要上。但是你电视哇，可是我有反刚子呀！那么现在人光在背也是要走，但不是啊，侬就3个终身配不了死呀！你是你电视嘛，有心让你抖动这个点一点。虚的红衣乱女，什么红衣乱女？我想想各个办法嘛，顶灵光在。搿灵的啥一想你，主要是配亲成功，你是女婿，你是上人，你上人啊，把海里走去，这里个讲啊，对。小区个办法倒是蛮灵了，还娃的。本来分别成做我女婿，我大还没看得中。那么这样一来，反而是个好机会。哎呦，现在媳妇我的人是有点难为人。你来了，你是扑上个难为人家。姑娘，哈，啊是一样。老友喂。好了，今这里是是非非不用讲了。来了上去倒没上去了，啥人对啥人说的也去刚才。须请小老一约，将小女君翁的终身娘配于世矣。待不起世袭，以下谁有啊？那怎还跟我仔细的哇？是分别这个想不了呀。这谁家门禁跟落进是我电视的人。现在辰光嘛，一个男的终身配不了我噻。哎呀，我已经
进配亲之外，还是要回对。哎，老员外，说这姻亲呢？怎样啊？爹娘。阿听见是要来这配个亲戚哇？那个爹娘家送来份听起的第10个哇。据我来有啊，肯定是要不肯跟来住，对外啊，寻个只要看出来。既然你讲配对姻亲啥，那么你问问清爽，配对个啥大货啥人讲，看你啊供得出喏。对，你送来份听起的讲可我问问清爽。阿师爷是。从小配对姻亲，真是带不起配对的哪里生日？配对内阳发月门，那是内阳生日。那呀你，2邻居上做什么大官的？岳父不干。为各位不能送命。现在这副啊，阿听见，鱼跟鱼配谁讲得出不哈？哎呀，这些的鱼离配还亲吧？我们刚从这上可要不开的吧？不眼睛管，那是何止不要紧的少叫，哈子分着6个样。来有啊，斗王鱼们还配泥王个样？泥王，我能现在切的别吃不把人家做个香。不来吧，我说个不来个嘞，来听听个人家东方说，礼部千金啊，礼部么那哈？礼部3道路上立得这个娘，那个先生长出样个能，什么泥王们，你好着哇？这个也比得像是四妹好了还是是的的啊。那不来3年，再是你海娃已经吃次口，不记得收手去了海娃。哈，泥王谁泥王？阿师爷呀，是，既是从小配对姻亲，不妨事的，小女随退去2王别了。啥个？配不到做泥王啊？我泥王还有了孩子喂。老员外，这后王为却妻对了，是。哎呀，你亲爹娘，鱼弄在啊，亲戚啊，不你讲泥娃鱼个走啊？那500米个500，来么一大来个家。那么老友啊，你说现在问问清爽，配对个啥大货，啥人家？买来，师爷呀，这2王没配对的哪里生日啊？内阳身为渔民生，亦是内阳生日，还是南阳人？邻居上搬去什么职务啊？在你有否身旁狗？各位也不能因缘错啊！呀，真的幸福啊！嘿嘿，听子你都2高的个海，我们3个尾巴头里向出气哇！啊，听见啊？你娃搞得清清爽爽哇，那么哪弄法？可你平常辰光粉追追，我的大妹推个呢？老友啊，既然泥娃鱼嘛，看上去你3家只还配3王子哇？
失望了，不能说得这个我泥王不可能会失望了，不来这个不来，你听听姑娘，人家泥王屋里向做葡萄牙的嘞，葡萄牙么那喊叫？那么你是否到里头比划啊？你说得好听点么张纸呀，说得不好听点一个香屋来了呀。哦哟，你到里头比起来，这蟑螂比凤凰，鸡要比地胖，葱一比八道，台湾10万不千里了海哇！小区啊，我不能讲得了一个东西当都不是哇。怎么是这样个道理哇？那么现在幸福啊！我现在答应买，屋里向能三条米浪高台不够个，能不肯的呀？这3条米浪嘛，只有你牙齿抽着哇！啊！来有啊，讲句你不能动气个闲话。今朝搿桩事体嘛，是你3条不好啊！侬我分龙先生有往死呀，外高手里电视，搿闲话叫难听讲。是啊，而且现在已经16岁，大致婚配的年龄这样。婚姻大事叫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你要讲上去，搿侬哪还为对呢？来有啊，你再看看你4爷人，搿种貌相，搿种气质，搿种学问，搿种才情，说上话没得来啊！真三公去上海的阿大葱鱼饼，刷起人家点6部车子背下来嘛，最好啊！另个啥？来有啊，我们总归要讲人，哪位儿子都想想的。你想4爷来这么不叫辰光，你是还要个张进脚快，到飞梦境4爷们再点一点做官的。将来食堂浪向选出这样一个家伙，叫到物家浪向叨叨，你3爷肯定有出息，你晓得？哦，一个小区思想工作来这个位置哇，李大三哥像老娘就8万斤嘛。来哈，今朝为子儿子为子能三房睡3房，睡3房，讲是，来来也讲不到副大官讲呀。啥地方呀？我讲上去，搿不是俺把泥房有分眼个，能先叫不来做3房。啥得李队长做啥么子3房？对不起，3房还有个在呢，搿是后大球啊！哎，来来再一想么发，爷娘从小配亲，1针1片，搿个蛮多个。哈5本上1等当3房全部配合，搿个不大有个，还非要哈啪啪都得讲。是一样，老有为。其实2万余了，你不妨事的。弄下小女，遂退去3房吧。3房还有了孩子喂，搿么是分别成当蛮虎个咯？反天地良心，谁是人家我不了你个呀？你个心目当中终于活定金3家，你在讲说法，也为对你来了么？这个拿出来做做汤鸡吧，这位。老有为，是一。说这3房呢？哎呦，看上去面对一副大灵光头啊！3房谁有啊？那3房是乃来相配，也已配对了。是的一个咋？哎呀，没来，配对的哪里甚至？一日内阳下乡，曾一日内阳人日。大房南阳，2房南阳，3房南阳。哦，有个小区多吃南阳好啊！没来，这邻居上做什么大官的？岳父岳娘，举房过。当年身为西陵镇，狗儿是乃荣民接力。你都爱听起来哈，那么我拿龙法3个地动车来不及了哈。哎呀，3
只要他实在看不出我哈，面对珍珠，三个高翅不仅他哈，而且个个在的孤儿的。老友啊，那在家中归讲个在，家门大哈，看上去你现在这还走做啥？死房子哇！你老太我插人高了还是吧？死房了不被人家做阿死对啊！不来个，老友啊，病可以扎得么，人可以扎不么个呀？个手指甲也难听，说起来李高长个现在啊，配不了四亚做三房人家饭，大为偏后生，个里我来会搞得他啦。再是搞不别人，虽然搞不人，多么人大饭做啊！哎，我是要搞不你了，嘿吧？老友啊，实在呀。高处色臭子侪一样的呀，个哪一样的？而且我跟你讲，就越想越贪钱。哦，大友啊，你有计划？我们那是三王啊！你顶过去落一个？我来三王，这不是一样的道理嘛？就越想越欢喜。我这个看起来付7块啊！肯定付7块。大友啊，爽！爽！那是来了，过来不是拍新面孔的，嘿嘿，这个形象木面孔的呀，是一呀！其中3王预料不放时的，小女虽退去4王别了，这个来，说是4王预料一不放时的，5王、6王、7王、8王，把武器伸手，来了岸上这样，那配这个单词结束。哎呀，好人啊！这个难办的。是难办的。 3个女人一台戏。好呀，你看葱油饼也有个喏的。哎，就是呀，葱油饼也有个。好呀，一喊看，一喊听，一喊吃。哎，把眼福，把耳福，也把口福。所以来这个还不像。那么呢，阿台戏来着，哎，你看宽幅的是上档的位置。阿台个单是一台男上档。啥人讲你男人不马懂的？ 哦哟，我只觉得你人啊上子不晓得嘞。啥子啊，总归是这样子。所以最有上场的呢，是你手最平台头里向2位的官人。差肉良。最三宝为大家奉献的是经典之子迷公明。50年来苦用功，费尽后世玉花。 相偶成平，与你读书，每逢可期，偶中必得。立刻数次名落深山，不知今后阿与不忙个嘞。诗人杀人，山东济南儿童心神。 对面一个病人的病字叫生病，年纪今年50岁，离从小一点点都学读书，逢到考期总归进京赶考，考得不中，回去山东玉帝的读至3年，再去赶考，也是名落深山。 王一道，史一道，史一道，王一道，也可知12道半载。而且今年58岁，还要去考，乡邻亲眷在求题。是生病啊，你非要去在。要中了，老早就中；不中再考，还不为中改。生病难堪。 神都再让我气一道，该到再不中，再搞3年到61岁，我还不是讲的精力噻。那么说生病啊，谁两到个半手洞的才是你家不呢？家为么叫再家不呢？那这家不为么叫你哪帮呢？你是啥讲啊？这个一道。 你都谁当我死他？我死子，你都中国一毛子上顶西部虎不我了？你都拿我个的上顶西部勾结，这次不我吧？唉，亲口朋友听听啊，凄楚，哈个，
平平脆脆么脆子几十两银子，让你到的东京汴梁。因为这个铜的才是吹出来，容易的才要收了来。城里的财王使不起，寻到东门城啊，一个叫高升卡的老板张三阳，努力安排了顶顶些一只房间，今朝人民吃口点心嘛，也来让用功勤读。哎，那么拉多，介绍隔壁房间里向还有位看相公，只是湖光金嘴人叫沈世美。第一次观看，对于看场当中还有啥个金落切开，并不清爽。所以问老板张三阳说：“你阿些的看场里向是哪哈看法的？”跟老板说：“你问我做生意问我懂的，哪哈看法我哪晓得？”这个我叫上那一个人，随了你隔壁山东济南人沈炳沈兰相公，你是来看个派去趟个子，你去请教礼报哦。那么陈世美出自家房间过来，房门推开，打到里向一看，一个来了，不知谁是生病，最上一步门啊，周兄，沈兄请啊，周兄请了，听得周兄500年前同一家还信任。请教仁兄个大儿子，小弟双子是美，是乃欧式机场的事，美是两袖之美的美呀。仁兄个大儿牙结，不记得啊，请问众兄，你的太傅是？我啊，平地一声来个平啊。沈兄请坐，众兄请。沈兄啊，两边是进京赶考来过。是啊，小弟乃是改考至此。那么你昂来考过几道了家？哦，对你妈妈出啥个霉头呀？不中目也看看几道，相互上一次头啊，众兄。小弟乃是初次改考，第一道来了。是的，沈兄啊，两边乃是思想问题。这个，哎呀，这句话在没内回答，说他们自家屋里向并非思想问题，屋里向种地的，这讲出来啊，觉得有点太对些。不过这一想啊。一个人到外头做事体讲闲话啊，中国社会有光板相的，是个到自家面孔浪向贴点金包啊，众兄，沈兄啊，带小弟讲来，那。我家举世相，西周一人守王当，他是两手清风，扶他佛，这与金水收拾香，这因他为官公正清如水，不爱金人不太脏，我刚起水多文章，可口水海窗，是
来比个无相，改考到鼻梁，带牛金榜，地名新日乡，雍中亚洲还真门香。小弟虽在此一句了，生病带里茫茫，你三只嘴里我地路你稳的了。我挖卡子12大步了，孩子1分钟，那么还要去设立个企业2手在。沈兄啊，众兄，该打你语不忙该是。啊，众兄，沈兄啊，不知众兄来考过几次啊？我啊，12大步在耶，你哪有个步字的呢？也没12大，也没13大啊，众兄，真是为这个步词啊。沈兄啊，父母乃是手上好是13大哦。当中往里遇到进京赶客都是平得了走上看，等到毛病和再去赶客么客气啊过个在，这个了手里不到的该。由来如此啊，众兄，两笔众兄在这文章之上定入下过一番可功的。生病还是和本都门起，文章浪向用个口功个。新时的根，哎，沈兄啊，众兄，别人的读书，读总要定定，读总要歇歇。我的读书，一年读得呀，一年读得对呀。哦，我是娘头胃里出来，2只脚尾巴子路。奴特子西部谁读书？沈兄啊，我是50年来谁后唱？呀呀，我读分能上，谁讲过呀？我为分困，四大天命我一起上。我是春季里大梨花开，我心不过；夏季里金丝读得来我后事讲；春季里我登高望见子宋阳日；冬季里我晓得个文章。谁懂讲？我是忙来忙去，忙的啥啊？我是为子公民，我落楼。我为公民，吃人之气不口，我老有爹爹心有狗皮凉。哪怕我们是茫茫，哪怕我们发苍苍，哪怕我呲牙洞牙里口王。哪怕我这12年来被做个排队郎，我拉太隆重
为要进靠山，每逢可及，我必到，我这里卡子一十几山，近来我累你不真不理，所以未能够一举人民天下呀，此一番待女走中暴雨，天照应手工配的桂花香，倘若啥么子？要想是倘若金口再不中，但是你不中两个字随便难讲不出。他是话大气气来满花，哎，师兄，我做了，都是50年事个在。听听啊，也记住，那口娘个读书三公，哎呀，困难。事业读50年，看至神奇大半，还是分钟。让他看起来了，个读书了，还不进去实施了。个实施50年施舍下来了，说不定神明神家个子。是个，让我来安慰你两声。啊，众兄，后必谁自伤改？像那良好80中双友，你与那良好相比，还是年轻得很啊！我有个梁上的话要中听啊，对啊，梁儿不是中上女，我今年58岁小弟弟了呀。哎个一道事故再不中，再过3年61岁，我为何？哎呀，这个做你的不是动的挨打个还是上定西部这本我不个了呀。我倒是不了孩子，神兄啊，众兄，海话是讲得不错啊，才是不如不在。哎，众兄，后必谁自悲伤？是够的，叫口行该来，不非这意，也非错题。今后众兄定能高中的。我有这么人内经以内经可啊！哦呦，神兄众兄，可惜啊，得罪是啊！哎呀，帮得你回走去，哎，用功监督一番啊！众兄一直有，那么我送你，不必相送，那么请啊！两高的故事为王就用功监督，辰光过得蛮快，可惜得罪。虽然可比大家才去看方方，但是个小王家里像个人民分气，不想去，不过去，非要帮上想再不里个名字，这个人接不起的噻。那么你玩玩嘛玩玩，歇歇嘛歇歇，心不定，无罪了。对待我的小客厅身体入定，这个后裔呲啦呲啦，吃进去啥个味道已经不晓得，眼睛闭拢而已。那么闭目养人法，两张椅子下机子，如今为人那种听不录音不戏不得嘞。那么改名改姓靠在2年的你违约了，谁让你隔壁沈世美？说你压力下飞来覆去，一压天是分汤上。那么再拉下起来你挨着，等到熟悉一边打在外头一口啊，哎呀，这点看相公一家不记着，
那么想到隔壁房间陈氏陈斌个面前去望一望看，他在外头一望嘛，还不来海，对到小客厅一看，哟，什么还来？钟兄，钟兄，钟兄，实在生病，第三分听见，第二三分听见，你到第三声喉咙响子的没听见，眼睛慢慢就张开。神兄啊，钟兄，说啥？有好一人在此，不去开方帮啊！啥地方去开方帮？是啊，不够气，这个闲话不要讲。神兄啊，钟兄，不为啥啊？不为啥？谁去看方帮人几乎多得来，脚背么大通，衣裳么差不。哦啊，你中了，不看还为中。你不中嘛，再难看还不为中的。也不人家说你读书人，嘿嘿，结嘿嘿。对个，这个两句闲话也有道理呀。那一中中归中，不中中归不中，等到种子半路人自然会办得来。趁着陈师妹的心是没想起，那不离个这样子一讲的，想啥，气质有点结嘿嘿的。所以三针不必等着了身体受定嘛。啊，钟兄，以此有礼，定心的首先，首先，两高的两岁14子刚收获了小客厅，哎，真那给人光松有道劲，梆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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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概你高声靠在门口嘛，梆梆梆梆梆，喂，该你还是高声靠在啊？还是高声靠在啊？张三阳一听没有劲打出来，该到高声靠的玩，该你谁是高声靠在？哎，李下有位神仙公啊，神仙公鱼怪，神仙公鱼个，没喊，梆梆梆，神仙公高中，哦，神仙公高中，神仙公高中，没有，跟我来，跟我来，神仙公高中啊！这上声音忙着理想受精嘞。三正神师妹的耳朵里向精气没分出来，这个紧张的是啊，两只眼睛激动之像两只汤豆一样，屁股离开凳子上层，自家风锅上，两只手就对压得了嘎了呀，水声那个喉都拉支出来。等八路人进来，个八路人大袋里向，那个神仙过来弄。跟我来，大的给他小客厅一口嘛，想不路。就是两高头像14子样一对收获了，我个三星人，啥人中？生病这个屋头来自10几大子，要中不来这中，要么陈师妹，年纪轻好文化，嘿嘿，八路娘，那，该位神仙公，该位谁神仙公？该位神仙公，神仙公家中，神师妹个心子啪啪啪啪。紧张的是啊，这口声要从喉咙根是一贴出来花子，恨不得的哈立起身来，起两个跟斗，画两后腿啊！不过这一下不能人家看见是将来是一时何必，说起来各位神来个当中啊，各种是起跟斗画后腿，所以眼睛二十四个，报神，报上来啊！这个。山东鸡头神秘神没，那神明那里给的？哪个大理你？张三阳想不落呀！哎呀，蓝屋子里不要说是热烈子子，付中个帮有的种子。八路娘，龙出，哎，该位神兵神来呀！该位神啊，新人呀，哎，送来。送办了啊！没喊这个爸，谁把山东鸡头神明神都来要各种地气名今日啊！当！是你想得个功名，还是和听见中地气名今日？
宋贼，宋贼，金棒，地名于花龙，一飞冲天上去送，真所谓故作老的长老啦，我身边老兵的寒痛，谁够当你将台娘子啊，我个娘子啊，你为我成名，却自欺不口，哪来那个谁人不落空？口心不来和想相福，富贵其用和余威风。我中他，我铁路门，我铁路门人，我铁高龙门搞好运，我为这来进那三杯双女红。我问口一即江东，口一即走中，他一生出下，一生出下，一生出下，他发了疯。要是身边的人两只眼睛发挺，只为了看门前，不为了看两边。忙这个外头哈哒哒哒哒哒哒奔出去，实在一到神我个脚面浪向两只水忙这个脚来狗浪一打，我铁路门人，我铁路门人，忙这个后里喉咙咚，米公明得此结束。